来，弟兄姐妹平安，来，我们一同起立，来向我们神现在敬拜与赞美。跟你的主人讲一下，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来，排长。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哈利路亚！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阿们。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海又露出来，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排长，现在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上主。恩典之路，回首来时路，又到了年末的时刻，真的是恩典满满。感谢主，我们这样的地方依然能够站立在此，向线上敬拜与赞美。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
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定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定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伫过去今年，想起来真正是目屎要流了，因为伫咱过去今年做真侪过去60年毋捌做过的代志，恁知无？咱今年这年为了60周年，咱诶活动总共几项，恁知无？21项，21项。伫去年伫筹备小组咧讨论的时候，你讲的时候，敢有法度做？敢有法度？真侪拢毋捌做过，譬如讲上远到倒位，到德国，解决的旅游。上侪人参与的倒一个，咱的感恩礼拜614个。爬山上侪人的倒一遍，去花头山。近啊，偌济人，420个，搁有空中拍照，咱毋捌做过。咱的台语朗读比赛，嘛捌做过。咱的小组长有招好几个，40个。咱的志工有到44位。咱要来募款，要来奉献，为了60周年，奉献偌济？200万，有偌济人
395个、94个会友，佮加5间的教会，遮咱捌做过无？毋捌。旧年来想，遮哪有可能做？咱教会哪有可能做遮的？咱无人才啊！但是经过这年，拄啊想的稳定的路，真正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在人无可能想袂到，困难重重，但是主拢会话，拢会使。所以爱想起来，真正是爱感谢上帝，创真侪记录，过来敬拜部，恁知敬拜部嘛有一个创一个记录，60年的记录，我感觉啊，60年来的记录，基督组一年开几遍的会，开几遍。你拢毋知哦，伫要比中级会较济，比小会较少一点嘛。开7遍，开7遍的会为了啥？为了要基督会会当个鼓励会友更较济人，所以咱有创立333的基督会，嘛有邀请南港教会蔡牧师来分享，嘛有 AT 的因的AT 事业。咱若想讲会当透过无共款，佮第4季。每一区每一组，每一区对每一区的因的兄弟的感恩见证，遮个咱以前拢毋捌做过，但是你牧师的带领，大家同工结头脑的下面，我感觉咱同心合意，为了主的工来拍拼，咱创真的记录。毋望明年咱嘛继续今仔日敬拜部所提出的。透过礼拜中间，会当互兄弟领受上帝的话语，行出水的见证。全教会的兄弟愿意付出行动来参与基督会。明年我嘛继续要来基督会来开会来讨论，要安怎来鼓励兄弟伫咧基督会中间来感受上帝稳定啊疼痛，来感受上帝的同在、圣神的同在，甲迄个催逼、甲鼓励、甲灌压。所以，毋望咱兄弟继续头前来跑走，来领受上帝对天降落、对天强落来的祝福。以上。这是咱要请咱各位兄弟姊妹为着敬拜部下面2项代志来祈祷。拄部长有讲头前咱要为着全教会会友，会当伫礼拜中间来领受。上帝话语，而且会当行出水的见证。第2项要为着全教会兄弟会当愿意付出行动来参与祈祷会，以及在咱中间会当感受到圣神的同在。咱三个开嘴来祈祷。爸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过去1年的中间，敬拜部伫你的带领下面，透过部长、感动的长老的领导，副部长惠兰执事以及音乐总监静怡师妹协助顶面，2025年的时间推展会当来顺遂。我感谢你，求主你也纪念阮礼拜组的同工无论是美英、佑佩、永成、分霞、苏维，还是信乐组的君毅。郑雄、丽珠、新民、嘉瑜、静豪，和祷告组的维峰、婚礼组的素珠、丧礼组的文成长老，以及全体配合的服侍同工，求主你亲自纪念他们辛劳与付出。主，我们知道在新的一年也有新的同工的加入，求主你增添敬拜部门所有同工的心力，让他们越服侍越得力。主，我们也这个时候也求你来恩待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定当遵守主你要我们遵守的圣日，就是主日在主日当中，能够常常领受上帝你对我们每一个人亲自说话，以致我们的生命都被主你来翻转来更新。特别在新的一年，主你的圣灵也亲自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不仅透过礼拜当中牧师的讲道，也让我们在服事里面主要经历神你亲自奇妙的作为。主，我们特别要为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来感谢你，因为过去一年我们听见敬拜部的同工在祷告组的部分是如何的尽心竭力，为了让礼拜三的祷告会、见证会能够来荣耀你自己的名，也让弟兄姐妹彼此在祷告里面彼此的纪念，这样的肢体的互动、肢体的关怀。主，我们看见神你的作为已经在里面动工。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全教的弟兄姐妹，能够越祷告越得力。主，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主耶稣，你亲自成为我们在祷告里面的典范，帮助我们常常的愿意起来祷告，不仅是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国家祷告。主啊，特别也为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我们的亲戚朋友们，也为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们，我们的邻居们。主，谢谢你，我们也愿神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也求你在新的一年带领我们整个敬拜部门，带领我们整个教会的会友遵守主日，也能够一起来祷告会，一起来分担肢体的软弱，分担肢体的喜乐。我们感谢你的名，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牧师、各位长子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现在我要分享两个我自己本身的小故事。在我还是学青的时候，也没有几年前啊，大概是陈道雄牧师的年代。那个时候呢，有一个 SOP， 就是当学青要准备洗礼之前，我们必须要接受装备，就是所谓的师范班。那接受装备、洗完礼之后呢，每个学生都要被分配到主日学当主日学老师。那记得我当年是分配跟如山长老同一个年级，可是我那小时候很叛逆，我不想要去当主日学老师，因为我想要留在圣歌队唱歌，所以因此我逃避了。我不管如山长老怎么邀请我，我就是不去主日学。可是你们知道，几十年之后，我当过儿童牧区的区长，然后在2019年，这是第二个故事。我当选第一任长老之后呢，首先曾经在教育部也待过儿童牧区。那有个机会呢，就是顺正长老在当财务部的部长的时候，曾经邀请过我当副部长。那时候我想说，什么副部长、财务部，那也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但因为是副部长，然后孙正长老又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我在他的庇荫之下过得还蛮顺利的。可是呢，殊不知孙正长老当年只剩下1年的任期。那紧接着我就开始紧张了。当他退任之后，副部长理应要升任为正式的部长，那我怎么可能接财务部呢？因此我又逃避了，我又逃走了。那就如各位所知，在我第2任长老的任期，就任的第1天，我又被奉派为财务长老。那这2个故事告诉我们，对我们的服事不是在自己的意思之下，而是要服事在神的旨意之下。如同耶稣被掳之前，他在客西马林园的祷告，求上帝让这杯离去，但不是照着耶稣的意思，而是照着神的意思。因此，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服事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服事，而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事。这是我的故事。接着呢，我们请集会长老带我们来祷告，为了财务来祷告。咱做伙为着咱财务部来祈祷，咱要为着兄弟会当用感恩的心来甘心乐意来奉献。第2点呢，我相信奉献
是上帝互咱基督徒的这个特权会当咱哪奉献，但是咱的生活中间祝福会哪大。第三点就求主来带领咱的生活中间，习惯用感恩的心，有行动来十一的奉献。咱三个来祈祷。阮的天父的爸上帝，阮人人拢尊你的名真圣，因为你创造宇宙，管理宇宙，你赏赐阮有治理管理的恩赐，互阮会当管理这个世界。特别上帝求主，你也照你的形象，搁一摆来创造阮，你也使阮这的恩赐，你也赏赐大项的好物来互阮，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感谢阿罗你。特别上帝，阮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一切拢对你来。阮也将阮的生命、阮的时间、阮的金钱，阮用1/10来奉献，这是当纳的1/4。阮全然来送给你的仓库，因为这1/10是耶和华所赐的，爱归于耶和华分别最圣。主，阮搁一摆来感谢你，你搁互阮明白，这是当纳的，阮关心乐意来奉献，这是对你恩典的回应。恳求你来感谢阮的奉献，用力扩展你的国度，用来建造你的教会，用来推展这个福音，来更较侪人来认识你。为了这个福音的需要，阮会当搁再来帮助搁较侪的人，帮助阮搁较侪人来认识你，成做忠心好的关系。亲爱的弟兄，你是阮的牧者，你互阮无欠缺，你是耶和华以诺为阮准备的，无论阮的财务，阮的艰难，总是你的供应，互阮无欠缺。你的恩典永远到永远。新的一年，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按照你的旨意，帮助阮成做一个愿意奉献的人。我相信恁的应允会开天窗来祝福阮每一个人。我来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耶稣是世间唯一的盼望，因为他是那唯一的真光。我们要一同来敬拜神，因为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
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要开口齐声来赞美他。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你愿不愿意来跟随主耶稣，跟随着世界之光？他要向着前方的标杆带领来往前走。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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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来站立！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万国万民要来敬拜他。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高举他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神，拍掌来荣耀我们的主，因为他是带领我们走向前方，向那光明的路来走的主。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阿门！弟兄姐妹们，请坐。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代表那个侍奉部啊，来跟大家分享哈。侍奉部在我们教会里面，它自己这个部下面是没有部员的哈。那里面有2个组织，一个就是志工队，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是协会，一个是那个松大这样子哈。那协会就是有志工队啊，等于志工队的所有的志工跟组长啊，都是侍奉部的那个部员这样子哈。那我今年当志工队是第3年，明年是第4年哦。我来第1年的时候呢，就懵懵懂懂，但是就是跟着一大堆，不是一大堆啦哈，就很多的长辈哈，
就是来跟大家一起来服务这样子哈。那第二年就会发现说，我们的服务的志工年纪就偏大这样子哈。那其实心里就一直跟神祷告说，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哈，可以吸引到一些年轻人，好来当志工。好，那第二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想要找一些年轻的志工。好，但是找不到这样子，好，那也想说，是不是如果有年轻的组长，好，志工队里面如果有年轻的组长，好，那是不是也可以带动一些年轻人这样子，好，那第二年我邀请了穆轩，好，邀请了陈汉，邀请了陈鑫，都被拒绝这样子，好，那就有一点伤心这样，好，那第三年呢？也是持续在祷告当中，但是神很神奇哈，本来就很神奇啦哈，神就很特别这样子，他安排了那个穆轩，来当协会的总干事，那也是牧师的眼光了哈，然后让那个穆轩来当总干事，来当总干事之后呢，因为穆轩他算是年轻人。好，所以他就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志工队，然后来参加志工队的组长。过去我跟神求说，希望说有一组年轻的志工，那一个组长，但是神为我预备了6个组长跟副组长，所以我们明年会有6个年轻的组长加入这样子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哈，会年轻人一定会吸引年轻人。好，那我们里面的青年志工里面有那个恩典跟那个雨晨，好，他们也是有想一些方式可以吸引雨晨好这样子哈，好就是雨晨，好雨晨对不对？好，就会吸引一些社区国高中的一些青年可以来教会服务。那来教会服务，跟教会的人多接触，就有机会来认识我们的信仰。过去我们教会很多的志工，像纯静姐啊，很多像宜芳很多啦就也都是来教会当志工之后，然后慢慢认识信仰，然后进入教会。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社区的朋友。或者是这些国高中的学生可以进入教会来服务，服务社区或者服务我们教会的人都可以，就有机会来认识我们的信仰，那很感谢神为我们开的这一条路，那也是很大的感动，就是在今年的那个重阳节，我们教会有颁发那个重阳节的礼物嘛，那发现我们70岁以上的。年长者有100多个，将近200个，所以我们教会老年化这个是需要去面对、需要去解决的那志工队的比例更高，志工队根本很少年轻人这样子那我很感谢神，就是说在明年我最后1年的志工队的队长的职务当中希望说可以带领更多。的社区的青年可以加入我们的教会来一起来服务大家这样子所以我分享2段经文第一段是在腓立比书1章6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第二段是诗篇37篇第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好，以上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好，我们要一起为的侍奉部门来祷告。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迦南教会看见桃园社区的需要。我们求主来教导我们，来学习主耶稣爱世人的精神。我们能够走入社区，参与到人群当中，让更多的人愿意走入迦南教会来认识真理。也求神来透过侍奉部门底下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事工队，还有透过各样的事工，能够打开我们教会的大门，真理的窗口，
让更多人来明白真理。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迦南教会成为你福音的出口，愿意来服务人群，来成为主你至圣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迦南教会成为与社区有美好连结的教会。主，你让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成立20年，一直参与在社区的事工当中，透过德福关怀据点、松年大学以及这些志工队，他们无私的爱以及付出。主，我们也要明白你是如何来爱世人，你如何牺牲奉献。但主，我们知道牺牲奉献必有美好的收获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求主你祝福我们迦南教会侍奉部门所要做的圣工，以及我们所参与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同工，求神你加添力量与智慧，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愿意学习主耶稣你所说的，我们分享主你的爱，成就在那最微小的弟兄身上，也就是成就在主耶稣你的身上。主，请求你带领我们迦南教会，能够让更多人能够来明白主你的真理，愿意来亲近主。透过松年大学，透过志工队的服务，他们能够来感受到主耶稣的爱，而成为主你的所爱的儿女。主，我们请求你在新的一年带领我们牧长同工，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圣工，我们都要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带领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事工服事，就像崔林长老刚刚说的讲的一样，并不是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Amen。外展今年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名字。其实以前是传道部啦那我常常我以前在传道部也待过那我自己都认为，这可以帮我开大声一点没关系。那个外展音乐可以不用弹。那个外展，我觉得迦南在做的外展可以小声一点，做的外展有一点比较像我们以前的那种，我们可以看也可以听就像我们以前的古时候的思想，外展在教会里面做，大概就像是那种叫做那个真传家里面的真传不外传出去，只传给长子可是我觉得今年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就是把它变成是外展，我们就是要走出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我们教会一直在讲很多年，叫做我们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第二个就是那时候在编预算的时候，有一个最小有一个部，我问牧师说，那个我没有 idea， 我就问牧师说我说这边编我这一集就是要是资助外面的教会了牧师跟我讲30万其实我那时候我有顿一下，可是我真的必须说，我那时候我很佩服牧师的勇气因为我自己连10万我都写不出来可是牧师跟我讲说30万我想外展就是要去，我们定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要往外走我为什么用这首歌可以大家听一下？这是我这一年多以来我的心境，我觉得人家写的比我还好，他写的太棒了，我就用这首歌来分享给大家。我想也应该可以成为我们这一年教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尤其这一段话。So trust that I'm holding a watering can, and someday you'll see the flowers grow in the valley. When I'm on the mountain and looking down below
I'll see a valley of flowers that needed time to grow, and I'll thank you for the rain, the hurt and days of pain, and I'll bring it up in a grateful prayer. Thank you, Jesus, for keeping me there. You know just what I need, and you've planted seeds, 'cause you're a good God with a real good plan, and you hold my world in a watering can, so I can have peace, 'cause flowers grow in the valley. 好，帮我放下一张。好，就如这里面的这一首歌里面他说的一样，不是，对，就是孩子，我正在撒种，我是良善的神，我为你预备了美好的计划。相信我，我正在用心灌溉。有一天，你将会看见，在山谷中，花朵也会绽放。献给大家，也献给我自己。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也祈求各位继续为我们外展部来祷告，在明年当中有这3件事情，请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的外展事工来祷告。我们要求上帝来打开传福音的大门，要在我们的迦南教会兴起传福音的浪潮。第二个，我们要求上帝来赐给外展部的同工，要具备属天的能力，能够启发鼓动会友们的传福音的热力。第三个，要为了圣灵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动工，来让我们把传福音当作志业的动力，源源不绝。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真的主神，是的，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在我们教会兴起福音事工，让我们的有许多的同工一起来为了教会福音的事工来策去，就是帮助我们将这样的心志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见是帮助说这样继续来去顺服，让我们心在这样事情，谢谢。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呼召我们一同来走向这个福音的道路，让我们把救恩能够传扬，让许多人听见福音的好消息。我们要谢谢你，我们要要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的教会兴起一波新的宣教的浪潮，让我们打开福音的大门，使你的真理能够传遍桃园这个城市。我们也求主你来赐福给外展部门的所有的同工，主要是给他们有属天的智慧和能力，能够带领弟兄姐妹激起传福音的热忱，让我们同心来回应主你所交付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也恳求主差遣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让我们使传福音不成为我们心中的压力，而是一个在我们心中的一个使命，让这样的力量能够源源不绝地流出来，使我们有勇气和爱心去见证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平安。在45分钟，2025年就要结束了，那新的一年就要来到。不晓得在2026年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今年的跨年祷告会，可能是我印象中少数会下雨哦。我记忆中的跨年祷告会呢，都是虽然天气冷，但是很少下雨。但是呢，今年的祷告会呢下雨。不过呢，看到身边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冒雨寒冷之夜来参加，跟你旁边说，很高兴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和你一起跨年祷告。很高兴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和你一起跨年祷告。今天牧师是骑车环岛的第12天哦。
那已经骑了1000公里了，好，那还有3天，好，大概还有300多公里，好，那就完成这个急难救助的这个环岛。那在这个骑脚踏车的过程当中呢，好，如同牧师之前有分享的，好，去到了这个不同的今年4大台风，好，4个灾区，好，那看到那个苏澳的全联到现在还不能开，好，因为它淹过1层楼。然后去到了花莲光复佛祖街，好，听到这个佛祖街呢，真的是满目苍夷哦。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呢，只有那个就是有那个播放机哦，一直播放24小时。如果你是我们是白天，如果是在晚上听到那个在那边一直播放，都没有半个人，可是那个泥土呢，大概已经到那个比我们的圣诞树还要高，那么高，好，那大概10年20年都没有办法恢复哦，你会觉得一片的凄凉。我们又去到了这个太麻里，好，今年陈伯雄牧师，好，已经第4次，好，今年是牧师第4次环岛，好，前3次坐游览车，好，陈伯雄牧师说：“啊，你过来啊，这一次是骑脚踏车来这样子。”好，但是我送了一本这个迦南教会的2026的周历手册给他，好，告诉伯雄牧师说，上面有我们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日，你也可以再为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我知道现在已经有人在那边了，现在已经有人去台东跨年。好，但是呢，还有就是我们去到了七股、嘉义、台南，好，那在这个今年的这个台风当中，好，这个7月底的台风，好，那个有一个我们去到他们的家中，好，然后去已经没有淤泥可以清了，好，可是他们真的是家徒四壁啊，好，什么都没有，我们去帮他们装衣柜，好，然后去帮他们组装，好，那我们去那个家庭呢，好，就是那个儿子，好，在淹水那个晚上背着他的80岁的妈妈，让他在他的肩膀上面，好，这样站了一整个晚上哦，好，他的妈妈脚痛跑不动这样子。我觉得呢，我们很幸福，住在桃园这个地方，好，没有天灾，好，没有台风也很少来，然后呢，地震的时候也很安全，好，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坚硬的台地，好，而且呢，我们还生活衣食非常的方便，好，断水断电。但是呢，我相信上帝不是让我们只有过着安逸的生活。上帝要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在今年2025年，好，牧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这一年当中，你会留下什么？在这一年要结束当中，将来你会为这一年记得什么呢？从我们的这个下一章，媒体工作者啊，他们的这个统计呢，我们的台湾好10大新闻。1年当中的10大新闻呢，不晓得你会记得几条？好，包括我们在今年的史无前例的大罢免，还有呢马太安息的溃堤，然后有50万的产值超人，还有我们的股市呢，好，云霄飞车，好，让年初的时候大家很担心，好，但是呢后来一直创新高，到这个礼拜呢又在破纪录，还有我们有这个史上最高的全民普发1万元。跟我们今年有这个这个非洲猪瘟，好，非洲猪瘟还好，好，非常快的时间，我们的政府好就把这样子的非洲猪瘟好停下来，还有包括星光3月台中星光3月的气爆事件，还有三峡78岁的阿公好开车好这个发生的纠纷，好，让我们这个高龄者的这个驾照呢好要再更加的严谨，还有我们有多了4+1的这个休假，跟这个艺人的伞兵事件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可能全台湾好2300万人好共同的记忆当中可能会留下的，但是我们也要献上感恩，不论是确信或是不论是这遇到不幸，但是我们都要数算上帝的恩典，好不好？邀请大家用30秒的时间，我们一起为今年我们台湾所一起发生、所经历、所走过的，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献上感恩。亲爱的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今年在2025年我们所经历的365天，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天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进入新的一年。
但是在这一年当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好好再去思想，值得我们再一次好好的停下我们的脚步，再去来回顾神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情，也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能够长智慧，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也帮助我们能够在幸福当中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也能够用信心来仰望神。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还有关于全球10大新闻呢，好，包括川普总统的狂人，好，再一次回归，还有日本的首相，好，他的台湾有事论呢，好，跟台湾真的很有事。那还有中东的局势，好，包括以哈战争，这个到底前途会如何呢？好，还有包括 AI 的狂潮。还有我们在上半年很担心的这个大地震，好，没有成真，好，再还有包括6年的美中，好，这个川习会呢，好，他们在这个贸易战暂时似乎休兵，还有韩国发生的这个政坛大地震，还有包括这个诈骗的事件引起美国的重视好，所以美国出手好来打击诈骗，好，甚至还派出航空母舰那还有包括这个教廷天主教的教宗，所谓的美国籍的教宗，跟最近在香港所发生的这些的事件，这也是在2026年全球所共同留下来的记忆。我相信可能不只有这些，但是呢，我想要邀请你跟你旁边的人分享一件在2026年2025年，不论是你自己。或是呢，在全台湾，或是全世界，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好，然后呢，两个人分享，好，20秒的时间，来找一个人跟他分享，在你这一年当中，让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有没有？心里有没有？跟你旁边的人分享，你今年。都分享完了吗？另外一个，然后再换另外一方来分享，在你今年当中印象最深的事情。木桥有没有？好。然后呢，我邀请大家还有我们在线上参加的也可以一起来分享。那我邀请你来为对方来做个祷告，为他来向主献上感恩。不论他所分享的是幸福的事情，或是分享的是刻苦铭心的事情，都求神使用这个事情，能够祝福他在这一年当中能够看见上帝美好的心意。我们一起同声来为你旁边的人为他来祝福。线上的弟兄姐妹也邀请你来为你身边的人来祝福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来为我们身边的家人、弟兄和姐妹献上感恩。在这一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在过去的365天当中，有许多我们或许已经忘记，但是有些事情让我们能够深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求你使用这一些事情，使用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将这些事情排列在主你的面前，能够成为那美好的祝福。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我感谢你，今年迦南教会设教60周年，也是上帝你的恩典，也是上帝你所赏赐的福气，互阮当伫今年的中间，阮通过无同款的时间甲价，会当来教会同心合一，继续来向前行。愿上帝你也带领阮头前的脚步，也使用阮每一天都当来荣耀主你的圣尊名。阮同齐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恩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跟你旁边的人祝福说：神要大大的祝福你。最后，牧师还要花3分钟，带领大家回想今年迦南教会的10件事情，包括刚才中医长老分享，我们有21个，本来是26个，少了5个，60周年的活动，还有全教会的退休会、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圣经共读灵修笔记、333祷告会、60位受洗、60位小组长。这时候虽然我们还没有达成，但是也是我们要成为继续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好，这是我们在今年迦南教会很多的事情。好，刚才透过各部门还有这些长老们他们的分享，我相信
值得我们好好的再去回味。而明年2026年呢，我也先写下来，就是我们明年迦南教会呢，就是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起来写什么？好，所以等一下就是2026年了，好，回家就可以开始写，好，从哪一卷书开始读？生命记啊，好，生命记，好，我们可以来用365天，让上帝的话天天跟我们同行。还有明年呢，就是松年大学30周年，好，我们透过社区来关心我们的这些社区的长辈，好，已经看到成果，好，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是生不如死啊，好，今年的婚礼、丧礼跟小孩子的出生，哪个最多？哪个最少？出生最少，好，所以我们要祷告，好，我们能够未来呢，好，看到小孩子是一个一个的，好，能够不断的在教会能够出生哦。还有呢，我们在明年有敬拜赞美的祷告会，还有宣教月跟宣教的行动，还有包括我们有松年团契、妇女团契、社青团契。那牧师非常期待，好，今年让我印象最深就读以西结书。我不晓得你今年读的哪一卷书让你印象最深？但明年我最期待是读启示录，好，是在明年的11月、12月的时候，我们也在明年的暑假会有青年的营会，有儿童的台语的夏令营，也有音乐的夏令营，我们要为我们的基金来募款，好，包括我们今年为60周年的专账200万，本来想说花2年，好，200万来募款，我们只花了4个月，好，就超过了200万，好，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教会的奉献，好，我们真的是要付上代价和行动啊。好，那我也期待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努力，在新的明年当中，或许好不见得会有这么多的环岛，不见得有这么多的60周年的庆祝和活动，但是我相信，好，在明年当中，最重要就是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阿们。好吧，我们一起来为2026年一起来祝福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奉主的名来祝福，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姐妹，在新的一年即将要来到，愿上帝你使用我们每一位，使用我们在你面前所累积的一点一滴。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用小小的行动，能够化为实际的，将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一整年的方向，前面的方向。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跟你旁边说，神要在新的一年大大的祝福你。好，把时间来交给研集会长老。大家平安。装备部门我来代表来这边分享。装备部门的宗旨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陈牧师来看见这个的重要，所以一起开始就在操练，就是把领袖建造起来。在领袖建造起来，教会就越刚强，而且耶稣基督的身体就会越发亮、越荣美。2026年的信徒的灵命操练将持续在基要真理里面 A1 到 A3 的课程讲座。这个 A1 的课程当中是为了装备信徒，他还没有认识主，不认识主。当他读了 A1 的课程的中间，他认识这个道理了，他会当正做来洗礼，来正做第2个阶段 A2、A3， 就是装备门徒。一开始是信徒，再来是门徒，这个是我们的结构，也是陈牧师他从 A1 到 A3 一步一步来带领教会这个的前进的道路。我最近跟一位牧师在聊天，让我非常的感动。这个是一间100多年的教会，他一开始也是大概你也知道，100多年的教会一定是70、80岁的一定很多，
人很少，但是在他慢慢累积的建造起来，让我非常的感动是，他们大部分的同工都是在40到65。他告诉我一句话：70岁以上，像文成长老、立煌兄，就不要太勉强了，做多少算多少。所以我会觉得，他们把这个教会慢慢的门徒训练来建造起来。当然，我也希望装备部大部分也都是这个40岁到65岁来上课，把它建立起来。所以让我感觉到说，教会在慢慢凋零，就像嘉森长老讲的，200位都是70岁以上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教会真的是需要陈牧师这么加油，把教会真的是要建造起来。靠着这40岁到65岁的精英，我相信他们的主力、他们的奉献都是这一班人，而且他们的年轻人，包括高中、国中到大学，也是70位，10几个小组。所以我是觉得教会，如果说大家把福音看在前面，这个是用福音导向的带领这个教会，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一定会看到未来，而且是在中华路这个精华的地段。我相信陈牧师的能力，也相信陈牧师的体力，他从这边一直骑脚踏车，现在骑了那么多公里，一定有办法啊！我来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也有讲座，明年度安排信徒的讲座。3月15号是南省的主日，5月17号是玉山神学院的主日，11月18号是台神的主日。下午有邀请牧者举办信徒讲座，也希望会友能够来参加，大家一起来造就，一起来成长。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40到65岁，但是我们能够做多少算多少。谢谢各位。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为装备部门来祷告。首先就是为了2026年全教会的基要真理 A1 到 A3 的课程及信徒的讲座，能够更加的鼓励会友来报名，还有装备个人属灵的生命。然后第二点要祷告的是2026核心同工的一个退休会，也求主来亲自来预备适当的场所以及预算，还有是同工筹备的过程能够一切顺利。那第3项是为了装备部在课程事工安排上能够更蒙神喜悦，与小组长有更好的连结。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来献上感谢及赞美，赞美万能的主，时时在我们身旁守护着我们。在这岁末倒数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主。主啊，求你来带领迦南教会前方的道路，让迦南教会继续迈向下一个60周年。主啊，也求你来保守看顾教会里的装备部门，因为有装备部门同工的努力，让我们更能对我们所相信的主有更多的认识。主，我们也求主来保守，让明年的基要真理 A1 到 A3 及信徒讲座的课程，能有更多的会友来报名上课，让每个人的属灵生命都能得到成长。主啊，我们2026年的同工退休会，也求主亲自来预备适当的场所及预算，让这筹备的过程能够更顺利的完成。主啊，求你来带领装备部门，让装备部门不管是在课程或事工的安排上，都能得到主你的喜悦。
也能与每位小组长有更好的连结。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总务今年有我们总务里面，特别是膳食组真的是风风雨雨从找童工，然后找不到，然后我们的食材，我们的这些等等等等的真的是风风雨雨。所以我们也今天我们特别请我们膳食组的组长端荣姐来为我们做分享。大家可能跟我一样都会觉得说吃饭好像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刚开始也是觉得就是年初的时候接膳食组的组长的时候，我还不会觉得说有什么困难。那时候想说，就有的那个服侍同工也有10来个那虽然说不太足够，可是我就想说，那我可以请每一周我请每一组每一区来支援3个人，那这样子，那每一周就会有5个人这样子来参与这样子的服侍。本来还就是排程我也排得很好也觉得说应该是都很可行，但是嘞运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有原来的那个膳食同工年纪比较大了他就来跟我讲说我体力不好了有的人又受伤了，那就没办法参与服侍。我就想说哇糟糕，那个人越来越少，就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可是接下来就是那个各区的那个区长或者是小组长也有来跟我反映说因为有时候他们的区里面的组员真的年纪很大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说来一大早8点就来洗碗，站在那边洗那么久的碗所以他体力也是不支啦他们每次就是说每周要请他们派3个人来支援他们也觉得是很困难的。那当然也有一些组真的是人力就比较多一点，可以来支援。那我真的是很特别的感谢那个处语长老的那一区，还有红满小组长跟永成小组长，他们真的是每次轮到的时候他几乎把整个组都带来支援了，就让我感到真的很窝心。可是因为长期这样子其实人力上的不均衡这还是我一个很大的隐忧。结果我还没想到可以怎么解决，那当然从年初就开始一直在贴公告说招募同工但是往往我每次去看那个表都还是空白着的那好不容易到了6月份，我有看到2个人就真的很感谢那个嘉生长老跟如山长老有去填了报名上去了可是那个还来不及高兴的时候又听到说因为原先供应我们的那个2家自助餐的厂商他们有种种的因素所以就没有继续要营业的，就没有办法提供我们那个爱餐的。我就想说哇，这下子不止人不够，是连饭菜都没了所以那时候那个牧师就小会开会决议了以后，也说那我们7、8月就先暂停供应爱餐。那牧师也就是给我们说让我们去思考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那其实我那时候就真的也松了一口气啦可是就在想，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爱餐就不要了嘛那就不是就都解决了，我也不用在那边烦恼了。可是后来又想想说，爱餐的供应是我们迦南教会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传统了我就想，难道要终结在我这里吗？我也想就是说真的没有办法吗？我想应该还可以吧。那我就也是求神给我智慧我就开始去思索说到底这个爱餐的那一些关键的那个瓶颈在哪里就说人力不足，而且我们确实教会的一些组员真的年纪也都已经有偏大的一个情形。那势必要解决人力的问题的话，我可能要从爱餐的供应模式去做一个简化跟精简，
把那个时间，因为其实做爱餐的服事，他们可以从8点一直到1点钟，差不多有5个钟头的时间。虽然中间会有1个半钟头是可以去聚会的，可是那个时间拉得很长，势必对有很多有心出来服事的人，可能他的时间上也没办法配合。那再加上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小组聚会的时间都是有重叠的，所以也就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来服侍。所以经过这一些风风雨雨，后来我就去把它精简了就是现在这样子的模式就是重新也去找到这些那个厂商可以来供应也不用再去洗那一些碗筷，就直接它餐盒过来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很感谢，就是说很多的那个弟兄姐妹有一些长老执事也都提供我很多的那个一些参考的方式。那虽然目前这样子的一个作业模式并不是一个最完美的但是最少还是可行啦，目前还可以应付这样但是因为我个人就是担任小组长的那个我们小组的聚会时间跟爱餐的那个服事的时段是有重叠的所以说我今年这样子也是这样子跌跌撞撞的这样子到现在。那明年我就那个要把这个任务交给那个新的执事木桥执事去那个接任了，所以我们就我就求主赐给我们那个总务部的所有的同工有智慧的来从事教会所有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愿主赐福我们大家平安喜乐。所以我们就很用力的来为第2点，为主日爱餐在新的一年能够顺利进行；第3点，为教会的财产能够顺利进行盘点；第1点，为总务同工能够同心合一为主做工，为教会的总务事工一起打拼。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知道总务的工作是繁杂的、琐碎的，随时有突发的状况，但是总务也是美好的侍奉，来支持各部门能够顺利的完成梦想的推动。求主保守总务同工、丰盛义军长老以及俊伟、木桥、俊替执事能够同心合一，如诗歌所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与会友的需要同心，与同工的规划同心，与圣灵的带领同心，一起来建立维护教会属灵的家。我们也为每一位服侍的主日的爱餐在新的一年能够顺利的进行，每一位服侍的同工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使每一个店家蒙主赐福，按时供粮，使每一位享受爱餐的兄姐存感谢喜乐的心，身体与灵性同得健壮。我们也求主保守教会的财产能够顺利的盘点，因为天父上帝，你是使亚当管理全地，你使约瑟管理全埃及，你使但以理管理全巴比伦，你也使利未人管理圣殿的一切器具，并使他分别为圣，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求主赏赐良善忠心，赏赐有见识，使同工们在盘点财产时脑筋清晰，体力充足，时间最短，正确率最高。愿我们同得主的称赞，蒙主的悦纳，一同在神国享受主所赏赐的快乐。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弟兄姐妹，邀请我们一起站立，在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更坚定信心，相信神是带领我们通往永恒的道路。阿们。我相信只有一份救赎，通往永恒的唯一道路，一份拯救，一份悔改。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生命。我相信只有一份救赎，通往永恒的唯一道路，一份拯救。我是主要他真神的
的所有，所思所想，所能听闻，所能看见的。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他将归来迎接新娘，点燃祭坛，持续燃烧，看羔羊成为咆哮狮子。赞美全归于天父，赞美神赐基督，赞美全归于神灵，神他全然的神，现在精彩的君王，永远的作王。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哦，我相信你，耶稣。我永远不会让这份福音感到羞愧。我要怎么能够背弃拯救了我生命的他？我真的怀念他，这份福音感到羞愧。我要怎么能够背弃拯救了我生命的他？我永远怀念他，这份福音感到羞愧。我又怎么能够背弃拯救了我生命的他？赞美全归于天父，赞美神赐基督，赞美全归于神灵，神他全然的神，神他精彩的君王，永远的作王。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赞美全归于天父，赞美神赐基督，赞美全归于神灵，神他全然的神，现在精彩的君王，永远的作王。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赞美献给我们天上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好，大家平安。好，那个牧养部门哈，那我来跟大家分享哈。等一下我讲的一切荣耀都要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哈。我是怕我最后忘记说哈，所以我先说，因为牧养部门是我认为教会最重要就是牧养的事工这样子哈。那过去我是华一华二牧区的牧区长老，那通常过去在分享的时候呢，都会说啊，我们这一区人很少啊，我们很弱啊哈，那我们聚会人数都不到这样子哈。但是经过了这一年之后呢，我发现真的神的恩典能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哈。过去我们在分组的时候，我们这一区华一华二区总共有107位的组员，好，那里面有固定在小组聚会的只有8个人。然后8个人呢，平均分配在7组里面，哦，那过去这7组里面呢，今年刚开始小组聚会只有1组在小组而已，啊，那7组的组长里面呢，有5位都是新手，哦，都是没有担任过小组长的这样子，哦，这样的经营，这样的牧养，其实是。我自己是很担心这样子哈，所以就是都很弱势这样子哈。但是我要宣告哈，明年开始我们要越来越强，哦，因为神的能力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哈。今年后来我
结算吗？不是，统计啊，就是检讨一下哈。我们的小组啊，只有1个小组现在没有聚会，有6个小组都有在聚会的。那平均小组聚会人数啊，有30个人，本来只有不到8个哈，然后平均已经有30个在小组了哈。感谢荣耀归给神哈。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哈。那当然，因为我是第2年的长老的任职哈，那很感谢神有给我3位敏德长老、庐山长老、翠芬长老当我们的区长来带领大家这样子哈，让华1、华2区成长非常的迅速这样子哈。那明年开始呢，我们7个小组都已经预备好了。好，再过几分钟就要开始小组了，好，我们都会开始小组哈。那简单讲哈，我听到一个故事哈，但是不要想刚刚这个事情哈，真的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新的教会刚成立，20几个人，然后敬拜赞美呢需要有人，好，然后但是20几个人都没有经验，哦，那很多人都不敢这样子哦，但是有一个人他愿意自告奋勇，他来当主领，然后他也邀请司琴，也没有经验的哦，也邀请那个伴唱，也都是没有经验的，然后他们练习2个月，就是为了要希望这个新的教会能够有敬拜赞美这样子哈。然后第一次在带敬拜的时候呢，10几个人而已，好，台上5、6个，然后牧师在下面。然后看到这个主领，看到钢琴的，还有那个领唱的人，哦，然后看到他们的练习的那个稿子，都已经那个就是密密麻麻填写了很多，哪时候要做什么动作，哪时候要说什么话，哦，哪时候要升 key，哪时候什么都记录密密麻麻，那个纸都已经折得烂烂的这样子，就是练习很多次，然后在带敬拜的时候呢，满身大汗。我想到我自己，就是说在服侍的时候呢，虽然有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们不会，但是你愿意做，我觉得神就会用这些人。哦，那我看到那个画面，我很感动。神真的很愿意用那些愿意的人。哦，哥林多后书8章12节，哦，人若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哦，我们将来教会牧养，刚刚说非常重要，最重要的。哦，那我们目前我们还少10几个小组长的人选，好，希望明年可以达到那个60位小组长。好 ，OK， 好，将荣耀归给神。好，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也一起来继续为着牧养的事工来祷告。求主兴起牧养部的同工，能够灵命给同工灵命与意象，在真理中来扎根，彼此合一的同心，让满有爱心、耐心和智慧、忠心牧养主所托付的羊群。第二个，我们也为着主能够兼顾众弟兄姐妹的信仰生命，在主的话语中成长，彼此关怀扶持，甘心委身教会，在爱中连结，同奔属灵成熟的道路。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着牧养的事工来祷告，为着明年牧养部林顺正长老还有廖双辉长老的带领，也帮助我们的牧养部在明年在无论是在台语牧区、华语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上面都有大大的增长。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在今年，我们跨出了一大步，就是我们调整了我们的牧养的体系，
让我们在这个20-30年当中，我们都没有敢去往前踏的这一步，我们今年我们踏出去了。我们也看到，因为我们这样的改变，神你也祝福了我们，在我们牧养上面，我们有许多的增长。虽然我们是从零开始，所以我们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一开始，我们就会很厉害，因为我们有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主耶稣会成为我们的带领，因为神你说你要我们不要去纪念以前的事，也不要去思想古时候的事，你要我们去做的就是新事。主，我们求主来继续带领我们的牧养的事工，在明年上面。我们2026年，我们能够去更注重在于新来到教会的这些新人的牧养，还有这些许久没有来到教会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没有在聚会，我们也能够去更关注这些我们以往的这些弟兄姐妹，也能够让我们在明年上面，我们在于教会的青年学生以及儿童的事工的牧养上面，我们也能够更多的用心，更多的努力在这当中，让我们明年的牧养在全教会从上到下，从老至幼，每一个人都被牧养，不服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即将要开始倒数了，所以呢，神呢预备我们新的一项、新的方向，让我们一起定睛在神的眼里，让我们一起定睛在神的目光上面。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神要我们做新事，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主啊，你要让我们看见，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生命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大声来唱，全地都要渴望2025年是过去的一年，2026年我们要得胜，还要在得胜，在新的一年当中，神要开道路，因为神在沙漠开山，在旷野开道路，旧的事情走过，在耶稣里面，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生命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那么这时候我们来进入我们的倒数，我们可以提早来开始倒数，准备好了没有？还没有，准备。开始来倒数，等一下，我们
们现在开始来倒数，10、9、8、7、6、5、4、3、2、1，新年快乐！跟全部人说新年快乐！嗨拜，新年快乐！找10个人嗨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们一起跳起来好不好？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到手，看你们从喜乐的来唱，走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我主，海浪之中我不退缩，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迷路，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相信我们是耶稣，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上面会有跳舞，我跟着跳，那你找旁边人一起来搭肩，一起来搭肩。主给我不动摇的心，搭你旁边的肩一起来。海浪之中你伸出的手拉住我，就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我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必迷路，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看起来都会跳哦。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我们仍然要赞美，哈利路亚。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一起来宣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更有信心来唱，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你开口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坚定，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坚定，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大声来喊3声的哈利路亚。准备好了没？预备，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新年快乐！
们一起来做祝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2025年进入到2026年。2025年是一个充满值得纪念的一年。我们也相信，在新的一年开始，神你要大大赐福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主要特别求你的圣灵也充满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能够领受神你的话语，能够领受从属天的信心，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神你所要赏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和祝福。主要也求你祝福我们的脚步，带你们在这一年当中所到的每一个地方，所到之处都能够有神的同在，让我们能够为耶稣来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用我们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来服侍人，坐在最微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亲爱的主上帝，愿感谢你，也愿上帝你的大快乐，甲你的稳定疼痛，充满每一天。在新的一年的开始，阮阁一摆将阮家己当作活活的祭来献给上帝，愿上帝你悦纳。阮这个时阵要伫主的面前，同齐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要同齐做伙祈祷讲：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是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赦免辜负阮人。无伫带阮入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阁一摆用破声拍破来感谢欧罗咱的上帝，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跨年祷告会到这边要来结束。我们要离开以前，我们跟前后左右的人跟他问候祝福，我们也跟上面的荧幕挥手。线上参加的弟兄姐妹跟他们挥手，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博成明年那个倒数要再来练习啊，明年就排你了。好，我们彼此请安。好，在我们的楼下就有这个我们的